呢套房睇海景嘅，非常靚，非常靚嘅一套房啊！101平3房2位啦，所以呢度人係好大好上啊！採光非常之好，曬到呢度陽光啊，哇！成屋都係平排咯，沙發嘅電視啊，櫃子乜嘢都定置到位啦，所以呢度入戶3梯落戶啊！呢度入嚟唔係智能密碼鎖，右手邊係廚房，燃氣入戶嘅廚房啊，腰線廚房啊，3廳亦夠一家人食飯都完全夠啦。即係客廳嘅空間亦好大，所以呢度睇海睇電視啊，一上全部刷得顏色好靚，全部做過意思是佢後裝嘅話啦，10幾20萬裝修啦，洗手間亦係更濕分離嚇，2個洗手間嚇。呢個房間係上全部塞咗啦藍色嘅嚇。都每個房都能睇到海，呢邊右手邊呢個房亦係通到人體啦，全部睇海，最高都能睇海啦。主人房睇睇，低問洗手間都主人房，洗手間更濕分離嗬，總價78萬嗬，當時賣咗160幾萬呢套房，業主後面又花咗20萬裝修過嗬，主人房飄箱乜嘢都睇海啦，可以按揭啊，業主送埋所有家私電器俾你，拎包日誌櫃子乜嘢都訂好俾你，紅本制手即買可以即個付嗬。可以按揭啦，首付款2成都可以啦嚇，總價78萬。呢套房會10年人坑5期會減溫，流經機利口風睇海度睇日落啊，睇詩人啊。而家38萬，有需要聯繫我睇樓關注我，有更多送貨我過嚟拍俾你睇，拜拜。